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0月初3，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9章第1节到12节。我今不是自由的人，我今不是使徒，我今唔捌记着咱的主耶稣。恁今唔是我为着主工作的成果。对别人来看，我今猜唔是使徒，不过对恁来看，我确实是。因为恁甲主结连，就是我做使徒的证据。对遐批评我的人，我安尼辩明：阮今无权通食通啉，阮今无权甲其他的使徒、主的兄弟以及彼得共款，带女信徒做某，做伙旅行。兼干那我甲巴拿巴一定着做工，才会当生活。叫人做兵，搁家己食家己。敢有人种做葡萄园，无食园内出产的葡萄？敢有人饲羊，无啉家己的羊奶？我讲这个是根据人的想法吗？律法敢毋是嘛安尼在讲？摩西律法规定，牛咧论五谷的时，毋通甲伊挂牛喙笼。上帝关心的敢是牛？伊敢毋是完全为着咱咧讲的？当然是，因为耕作的人肯毋忙耕作，收割的人肯毋忙收割，因拢是期待得到五谷。阮若是伫恁中间也属灵的种子，对恁得到物质上的供应，敢有过分吗？别人若有权通对恁要求，阮敢毋是搁较有？不过阮拢毋捌用这个权，反正忍受一切，才免互基督的福音受阻碍。求主互咱会通知影，做工的得到工价，也好款待才会做工的人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